親愛嘅教會，主日平安，好高興今日可以嚟到教會去分享。開始之前呢，亦都想多謝教會對我啦、對學生事工同埋對柬埔寨事工嘅支持。咁我哋一齊祈禱。我哋嘅天父，求你俾我哋智慧，以致到我哋睇得到自己能力嘅有限，同埋你大能嘅無限。求你俾我哋智慧，以致到我哋喺軟弱當中仍然選擇盼望。求你俾我哋智慧，以致到我哋做所有嘅事情都用慈愛同埋誠實。咁樣嘅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我個名叫 Paul， 我嚟自香港。香港人有住香港人嘅智慧，食得鹹魚抵得渴。你唔好投訴話你工作好辛苦，成日加班。喂，你賺咁多錢，加班好正常啫。食得鹹魚抵得渴。我喺一間大學裏面服侍 UNSW， 世界排名19。咁啲學生就投訴好多功課，考試好難。我同佢講：你唔好投訴咁多，你選擇喺世界排名19嘅大學讀書，功課多，考試難，好正常啫。食得鹹魚抵得渴，香港人有住香港人嘅智慧。喺聖經箴言亦都有住上帝俾我哋嘅智慧。箴言第3章第3節。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繫在你的頸項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上帝俾我哋嘅智慧，就係無論發生任何嘅事情，我們都係用慈愛同埋誠實嚟面對一切。啱啱買咗屋，定係最近冇錢投資房地產？最近移民嚟澳洲，定係移民咗嚟澳洲30年？無論境況如何，生活好平凡，定係生活充滿掙扎，上帝嘅智慧就係無論發生任何嘅事情，我們選擇用慈愛同埋誠實嚟面對一切。2個禮拜之前，我同一個大學生傾偈，佢咧係讀 education， 即係將來做老師。佢喺雪梨一個比較有錢，即係中產以上嘅一啲區裏邊居住。咁我就問佢畢業之後有咩打算啊？佢話2件事。第一，搬屋，搬去雪梨一啲嘅社區冇乜基督徒嘅地方。第二，喺呢啲嘅社區嘅公立中學裏邊做一個老師，因為有社區唔夠基督徒，我哋基督徒就要去嗰啲嘅社區。親愛嘅教會，你知唔知道喺雪梨有啲區嘅名叫做 Bankstown、Lakemba、Auburn 呢啲嘅區咧，有住清真寺，有好多嘅穆斯林住喺呢啲嘅社區當中。呢啲嘅穆斯林嚟自中東、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佢哋唔知道喺耶穌基督裏邊有住真實嘅盼望。我平時都唔去呢啲區嘅，因為嗰度啲餐廳咧冇乜啱我胃口嘅食物。佢呢啲區咧通常嘅治安亦都冇其他嘅區咁安全。但係原來有一啲年輕嘅基督徒，佢哋就故意選擇搬去呢啲嘅區，然後喺呢啲區裏邊揾一份嘅工作。我以為智慧就係做律師、做醫生，我以為智慧就喺4大會計師樓裏邊工作。上帝俾我哋嘅智慧就係不可使慈愛和誠實離開你。我係一個藥劑師，每個星期6我返工，準時4點半落翻放工離開醫院。最麻煩咧就係嗰啲4點29分，啲醫生打電話過嚟，啲護士打電話過嚟，我啲同事就同我講：阿Paul，你掂都唔好掂呢個電話，你掂咗呢個電話你就唔可以準時放工。唔知道從幾時開始，準時放工成為咗我返工嘅目標，唔好蝕底成為咗我哋做人嘅智慧。親愛嘅教會，我哋要被上帝提醒，智慧就係無論發生啲咩嘅事情，不可使慈愛和誠實離開你。你最近係咪揾緊工啊？智慧話俾你聽，揾工嘅時候要諗嘅係點樣活出慈愛。係咪最近退休呢？恭喜你，而家可以享受生活。
智慧就係去問，從今天開始喺退休嘅裏邊，我點樣活出上帝嘅慈愛？喺大學生嘅團契當中，有一個 auntie 佢每一個禮拜一喺屋企煮好多嘅餸，3個餸、4個餸，然後咧就開車去到大學，然後咧就俾20幾30個學生去食一餐喺屋企煮嘅家庭嗰啲飯餸。咁有個學生咁樣同我講，佢話：阿 Paul 啊，一個禮拜裏邊咧，我最開心、最期待嘅就係今日。點解啊？因為今日咧，我終於食到一餐好嘅飯。智慧就係選擇活出慈愛。有一個基督徒，佢年紀咧慢慢開始大，咁咧佢就支持我哋喺大學裏邊嘅福音事工。佢咁樣同我解釋嘅佢話：阿 Paul 啊，我而家冇收入㗎啦，我用嘅咧就係我嘅積蓄。我唔知道上帝幾時會帶我翻去天家，可能係明年上帝會帶我翻去天家，可能我喺呢個世界上邊咧仲可以活多30年。所以阿 Paul，我唔可以投資太多嘅金錢喺福音嘅事工當中，因為我唔知，因為你知我嘅積蓄嚟㗎。咁我就咁樣同一班大學生講：今日你可以半價參加福音營，係因為有一個 auntie，佢從來冇見過你，佢選擇用佢有限嘅積蓄嚟支持你認識主耶穌基督嘅福音。智慧係活出慈愛。今日嘅第2點，智慧係認識上帝。可能下一個 slide 我可唔可以撳錯咗？咁好，智慧係認識上帝。箴言第9章第10節，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智慧係啲咩呢？認識耶和華。有時我哋去咁樣思想我哋同上帝嘅關係。我做一啲嘅事情，上帝你就要做一啲嘅事情。我星期日去教會，星期一我考試，上帝你就要幫助我，令我合格噶咯噃。我哋咁樣諗同上帝嘅關係係咪啊？我做一啲嘅事情，上帝要做一啲嘅事情。尋晚同阿爸阿媽嗌交，今日唔怪之返教會嘅時候咧，架巴士唔嚟啦，因為我做錯咗一啲嘢，咁上帝就會懲罰我。我哋咁樣諗，我哋同上帝嘅關係係咪啊？我做一啲嘢，上帝做一啲嘢；我做咗好嘅嘢，上帝祝福我；我做啲唔好嘅嘢，上帝就懲罰我。箴言嘅智慧係相反嘅喎。箴言嘅智慧就係話你望住上帝做咗啲咩嘢，然後咧你就懂得去回應。你望住上帝做咗啲咩嘢，你就不可使慈愛和誠實離開你。上帝創造天地，上帝掌管世界，咁你要做啲咩啊？今晚早啲瞓覺，唔好擔心太多，因為上帝掌管天地咯。上帝用慈愛嚟對待我哋，咁我哋要做啲咩啊？彼此相愛。上帝透過耶穌的十字架付上代價嚟愛我哋，咁我哋要做啲咩啊？付上代價嚟彼此相愛。上帝知道我哋一切嘅行為，上帝亦都知道我哋嘅內心，咁我哋要做啲咩啊？誠實。唔好做一個偽君子，唔好喺教會人嘅面前有一個嘅樣，然後喺屋企人睇唔到係另一個嘅樣。智慧就係先睇上帝係邊個，上帝做咗啲咩嘢，然後我哋用慈愛同埋誠實嚟回應。可能你會話：哎呀，智慧好多嘢要去做嘅喎，又要慈愛，又要誠實。唔係，智慧係先認識上帝係慈愛同埋誠實嘅上帝，信實嘅主，然後我哋喺呢個世界就用慈愛同埋誠實嚟面對一切。你今天必須要做嘅事情就係要認識上帝，認識上帝喺耶穌裏邊對你嘅愛係何等嘅偉大，認識上帝喺耶穌裏面俾你嘅盼望係何等充滿豐盛嘅榮耀，認識上帝點樣應許將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賜俾你，佢就一定會賜俾你，因為佢係一個信實嘅主。你今天要做嘅第一樣嘢，必須要做嘅係認識上帝。第二，你必須要做嘅事情就係不可使慈愛和誠實離開你。
咁你話哎呀，樣樣嘢都要必須要做，又必須認識上帝，又必須要用慈愛和誠實嚟對待別人。咁我哋有冇得揀啊？有啲咩係我哋可以選擇啊？答案，我哋要選擇喺世界咁大嘅地方，喺邊一度去認識上帝。我哋選擇喺澳洲認識上帝，我哋選擇喺新加坡認識上帝，我哋選擇喺中國認識上帝。我哋可以選擇嘅係，我哋喺世界咁大，邊一個地方活出上帝嘅慈愛同埋誠實？喺雪梨、喺香港，定係喺柬埔寨？每一年我會帶住一班嘅大學生去到柬埔寨偏遠嘅地方，做一啲跨文化嘅服侍。下一代嘅福音工人喺邊度出嚟？就係今天喺屋企淨係識得打機又唔係好成熟嘅大學生嗰邊出嚟。曾經咧有牧者問我，佢話阿坡，點解你唔帶啲受過訓練嘅人出去去短宣啊？咁我好誠實嘅答案就係話受過訓練嘅人唔一定想出去。2個禮拜之前，我收到柬埔寨工場嘅一個信息，2024年一個嘅宣教士喺柬埔寨偏遠嘅地方探望一個嘅家庭。呢個家庭有住一個1歲嘅小朋友，爸爸媽媽特別嘅年青，有住唔好嘅習慣，例如吸毒飲酒。2年之後，即係2026年，2個禮拜之前，宣教士打算喺一日嘅晏晝去探望同樣嘅家庭。點知探望嘅嗰一日嘅早上，嗰個年青嘅媽媽就因為呢啲唔好嘅習慣而離開咗世界。宣教士見到一個3歲嘅小朋友喺佢媽媽嘅身體旁邊跳嚟跳去，但係呢個小朋友已經唔知道呢個媽媽唔會再起返身。我哋可以去批評，哎呀，有冇搞錯啊？你吸毒就唔好生啦，有冇搞錯啊？你飲酒就唔好咁樣，你點樣照顧小朋友？我哋會有好多係批評。喺批評嘅中間，有咩人願意去到呢個群體當中，去到家庭嘅當中，話俾佢哋聽，你今天可以認識上帝嘅慈愛同埋誠實。智慧係認識上帝，智慧係不可使慈愛和誠實離開你。我哋嘅選擇係選擇喺世界上面邊一個地方活出上帝嘅慈愛同埋誠實。介紹一個學生，佢個名叫 Barnabas， 佢嚟自中國，佢喺一間教會嘅國語堂裏面聚會。佢而家係一個大學生。今年1月份咧，佢同我哋柬埔寨嘅團隊去咗，同我哋嘅團隊去咗柬埔寨。咁佢係讀 education， 今年10月份會畢業。畢業之後咧，佢就諗住11月開始用2個月嘅時間喺柬埔寨嘅中學做一個嘅老師。你會諗，咦，咁奇怪嘅嗬？畢業，大學畢業唔係應該嗱聲揾工賺錢？點解 Barnabas 呢個學生佢會選擇去完柬埔寨，然後11月再去多次，用2個月嘅時間喺柬埔寨裏邊去服侍呢？咁我哋而家會聽聽 Barnabas 嘅故事。Barnabas， 我係咪用錯咗呢個 slide？ 唔識撳呢個，係講係下一個 slide。好。呢個係 Barnabas， 咁 Barnabas 係講國語嘅，佢會講得特別慢，大家都會聽得明白。咁 Barnabas 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1月份你去柬埔寨你最中意嘅一個圖片啊？大家好，我先聽唔識講啊，一少少，所以我會用國語跟大家講。那我想讓大家花一些時間看一下這張照片。是的，這個照片是我們去偏遠的地區那些孩子們的鞋子。我們在當地的學校，給他們帶去福音，給他們帶去有短劇，陪他們一起做各種各樣子的活動，所以這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張照片。在這個照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他們是有些貧窮的，是嗎？鞋子都是有很多的泥，然後這可能是他們唯一的一雙鞋子，所以我們第一個反應會想，那我們應該給他們很多的資金，給他們很多的物資去幫助他們。我覺得這個是沒有錯的，但是再回頭想，其實
他们可能更加需要福音。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前往柬埔寨，为什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到不一样的地方，甚至是很偏僻的地方。希望其实认识耶稣是更加重要的，对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所以想通过这张照片让大家看到，其實福音真的非常需要在這些其實很多基本上很難被接觸到的群體當中。對。咁 Barnabas 咧就提到喺柬埔寨偏遠地區有住一間學校，出邊咧就係啲小學生着嗰啲鞋又唔乾淨啦，有啲污糟啦，佢哋係一個貧窮嘅群體。貧窮嘅群體需要什麼？係需要金錢。貧窮嘅群體需要什麼？主耶穌基督嘅福音。Barnabas，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你喺呢個1月份嘅短宣裏邊咧，你學到關於上帝嘅一件事啊？我覺得在這當中，我學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神有他的保守。其實在很多的當地的教會，他們沒有太多的資源，他們也沒有就是有非常完備的神學訓練的牧者。但是我想在這樣子艱苦的環境下，神依然能夠讓一個教會拔地而起，依然能夠讓一個教會在這個社群當中去做傳揚福音的事，是神很大的一個保守。即便我們其實看到了很多不足的地方，但神在一步一步的帶領當地的教會，帶領牧者繼續為到福音不停的禱告，不停的奉獻自己，以至於能夠讓周圍的人有一天能夠認識耶穌。這就是神其實在艱難的環境下給我們帶來很大的保守。對。Barnabas 咧就睇到上帝咧會係一個保守嘅上帝，喺柬埔寨偏遠嘅地方，或許沒有一個好有資源嘅教會，牧者亦都未必受過好好嘅神學裝備，但係上帝保守，福音仍然傳開，人仍然可以聽到耶穌嘅救恩，上帝仍在保守。咁係 Barnabas 學到嘅嘢。咁第三個問題 ，Barnabas 每一個大學生畢業咧，通常就會嗱嗱聲揾工，嗱嗱聲賺錢噶嘛。點解你畢咗業之後，仲會去柬埔寨2個月喺嗰度嘅學校服侍呢？其實有很多原因啊。其中第一個原因，我想就是因為這張照片你看到的，就是我沒有辦法不去再去看他們。就是對我個人來講，就是神的福音真的很重要。然後我當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也可以回國，我也可以繼續找工作，我也可以為了錢去想要賺更多的錢。但是其實會讓我動容的是，福音這麼寶貴的東西，還有這麼多地方的人沒有看到。所以我覺得神一路帶領過來，讓我成為這樣子的我，就是為了讓福音傳到更加遠的地方去，讓這樣子的小孩子。我身為一個老師，所以我更希望通過這樣子的方式去把福音帶到每一個貧困地區的孩子的身邊，讓他們真正有一天能夠認識神。咁 Barnabas 提到點解佢要去呢？因為福音係寶貴，佢哋唔認識耶穌嘅福音，教會需要幫助，所以 Barnabas 就出去。多謝 Barnabas 嘅分享。智慧並唔係活出最舒服同埋最安穩嘅生活，智慧並唔係追求世界所形容最成功嘅生活。智慧係選擇認識一個充滿慈愛和信實嘅主。智慧係活出上帝嘅慈愛同埋誠實。今日嘅第3點，我哋要倚靠耶和華，這是智慧。箴言第3章第5到第6節，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倚靠耶和華係一個咩嘅概念呢？我祈禱上帝沒有應允我的禱告，我嘅聰明話俾我聽，上帝唔關心我，上帝沒有能力，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上帝係用永恆嘅慈愛同埋信實嚟對待我哋。喺教會，我付出比別人多，金錢奉獻上面，我亦付出比別人多。我係基督徒，佢又係基督徒，點解佢可以成日去日本旅行嘅呢？點解佢可以買咗架新車嘅呢？其實我都想去日本旅行啊，我都想換車啊，
我嘅聰明話俾我聽，我係一個配得可憐嘅人，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活出智慧並不可憐，用慈愛和誠實對待別人並不可憐。喺屋企煮飯煮咗一日，以至到一班你唔識嘅大學生可以食到一班屋企嘅餸菜，這並不可憐。用住有限嘅積蓄，以至到一班大學生可以半價參加福音營，這並不可憐。生命裏邊帶住掙扎同埋重擔，星期日一早起身嚟到教會去認識上帝同埋彼此相愛，這是仰賴耶和華。想像一下，你今日喺度揾工，咁你點樣倚靠神呢？冇錯，你可以喺屋企閂埋洞門，祈禱求神幫助，這是倚賴耶和華。咩叫倚賴耶和華呢？就係喺掙扎、缺乏、揾緊工嘅時候，仍然選擇活出慈愛和誠實，這是倚靠耶和華。喺服侍大學生嘅時候呢，曾經碰到一個18、19歲嘅一個大學生，因為18、19歲嘛，咁咧通常喺嗰個時候咧都會淨係喺度玩下遊戲啊、讀下聖經啊咁樣。咁咧我哋去下一個 slide。咁喺2018年左右，中國咧有大量海外嘅宣教士被逼離開中國。咁呢啲嘅宣教士通常服侍嘅地方都係喺中國偏遠有需要嘅地方。咁中國好多嘅海外宣教士被逼離開嘅時候，咁我呢個學生去舉手就去到偏遠嘅地區服侍中國一啲嘅未得之民，特別係中國嘅回民同埋中國藏傳佛教嘅群體。有一年呢，我就去揾呢個學生，盼望俾佢一啲嘅鼓勵同埋安慰。跟住佢就開車再去，即係開我去啲好遠嘅地方，我都唔知自己去咗邊。總之佢就開車去咗好遠嘅地方。嗰度呢，我經歷過啲好凍嘅地方啦，亦都見到好多藏傳佛教敬拜嘅地方。我亦都去到中國一啲嘅清真寺。我哋下一個 slide。咁咧喺綠色嗰棟咧就係中國嘅清真寺。跟我同我朋友講：咦，咁得意嘅，啲清真寺同我平時見到啲唔同㗎噃。佢話係啊，中國咧而家西北區所有嘅清真寺全部都要中國化，所以你望落去咧都唔似清真寺嘅，係一個中國化嘅清真寺。我話：哎呀，我特別嘅好奇，我可唔可以入去睇下？咁樣一個人就衝咗入去清真寺望下啦。跟住裏邊一啲嘅領導咧就出嚟歡迎我啦，又同我握手。心裏邊咧好緊張，跟住裏邊嗰啲人就同我講：喂，你係咪中國宗教局差派過嚟參觀我哋啲地方清真寺啊？咁跟住我咧就唔敢講嘢，因為我嘅朋友同我講：你無論發生任何嘅事情都唔好講嘢，因為咧我呢個香港人講國語一講就俾人發現我喺邊個地區過嚟。喺嗰度咧，我亦都參觀咗藏傳佛教嘅寺廟。呢一個咧係我都唔知喺邊度嚟嘅，總之就係好出名嘅地方。因為啲人覺得喺度拜咧特別嘅靚，咁好多人咧就會嚟呢個藏傳佛教嘅地方去拜。喺裏邊咧有好多嘅喇嘛，咁啊即係藏傳佛教嗰啲和尚啦，叫喇嘛。咁有一個喇嘛，佢係廿幾歲，佢喺嗰度讀緊神學，即係好似啲喇嘛藏傳佛教嘅神學。廿幾歲，咁通常咧喇嘛就係備受尊重嘅群體。有一日呢個喇嘛咧就喺個路邊就舉起隻手，咁咧就係等人開車咁啊停低，咁然後就載個喇嘛去另一個地方。咁咧通常呢啲喇嘛因為佢哋好備受尊重，每一架車見到喇嘛就會停車，然後就載佢噶啦。咁點知道第一架車停低嘅就係我嘅朋友，即係我個學生。跟住個喇嘛就上車，然後咧咁喇嘛就話：哎呀，你架車咁亂嘅。咁係啊，我朋友話都冇執車添。然後喇嘛話：呢本書係咩嚟㗎？咁原來係一本羅馬書嘅解經書。跟住我朋友都唔知點樣解釋嘅嗬。喇嘛咧就拎住呢本羅馬書嘅解經書，帶咗去喇嘛嘅神學院裏邊同佢嘅同學去分享，大家一齊睇下咩嚟嘅咁。然後佢哋嘅總結咧就係冇人睇得明白。我問我嘅朋友：你點樣傳福音啊？喺中國咁大偏遠嘅地方，有住咁多未得之民，咁多人唔認識耶穌，遍佈喺咁大嘅一片地方。佢同我講，佢用嘅方法就係祈禱同開車，祈禱同開車，就會開車嘅時候咧就祈禱，
神啊，求你俾我碰到咩人，碰到邊一個喇嘛，或者去邊一間餐廳，就同邊一個人傾偈。咁然後建立咗呢啲少少嘅關係裏邊之後咧，每3個月就會開車去翻同樣嘅地方，就話你記唔記得我啊？3個月之前我嚟你餐廳食個飯嗰個人咧，然後又傾偈。跟住我同佢講話，點解你唔去多啲咧？每個月去咪更加好建立關係咯。佢同我講話，你每個月都去，人哋以為你唔知做乜嘢，每個月都嚟揾我，所以佢就每3個月就會去同一個地方。去揾翻個同樣嘅人去建立關係。佢話喺過程嘅當中講耶穌係好慢嘅，要先用好長嘅時間去建立關係，然之先至有一啲好少嘅機會去為耶穌做見證。跟住我心裏面諗，咁樣傳福音好慢，好冇果效喎。可能喺澳洲，我帶領 Alpha 課程，一年都有5個人信耶穌啦，一年有10個人聽到福音啦。好似好慢，提醒翻自己不可倚靠自己嘅聰明。我嘅學生因為認識耶穌嘅慈愛同埋誠實，所以佢就去到最偏遠嘅地方，用慈愛同埋誠實嚟服侍未得之民。我提醒自己，我要學一個學生。今日嘅最後一點，我哋智慧就係唔好做一個懶惰嘅人。咁我哋去下一個 slide。箴言26章13至16節，懶惰人說：道上有猛獅，街上有壯獅。我個提議就唔好出街。哇！出邊有獅子噶嘛？你出街獅子咬你點算呢？你出街見到隻獅子追住你點樣算呢？唔好出街。我覺得咧，我哋最安全就喺屋企咧睇 TikTok 同埋睇韓劇，咁啊最安全。唔好有任何嘅風險，唔好做任何危險嘅事情。佢話懶惰人就係咁樣講嘢噶咯噃，懶惰人就會話唔好投資喺下一代嘅年青人身上，都唔知得唔得嘅。你睇下佢淨係識得打機，點會有可能做教會領袖啊？阿 Paul 有人真係問過我，你帶年青人去柬埔寨做跨文化服侍，你嘅團隊出咗幾多個宣教士啊？懶惰人有時就係淨係睇到問題，淨係睇到挑戰，淨係睇到危險，然後咧就咩都冇做。第14節，門在樞紐轉動，懶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我成日都想像咧，好似開門啊，佢開門嘅時候會轉噶嘛。懶惰嘅人咧就明明起咗身噶啦，然後喺張床上面咧就碌嚟碌去都唔肯起身。我學生同我講啊，佢話我張床唔夠大，碌唔到。但係我哋明白嗰個感覺嗬。朝頭早我明明起身，我亦都知道我係一大堆嘢要去做。夜晚黑我明明知道我要瞓覺，第二日有一大堆嘅嘢要去做，但係咧我哋仍然選擇 TikTok， 碌嚟碌去都唔肯起身。懶惰人就係咁樣。第15節，懶惰人將手放在盤子裏，就是向口撤回，也以為勞乏。懶惰嘅人咧，佢餓啦。佢想食嘢，咁佢點樣做咧？佢就將隻手擺喺啲 KFC 嗰度，哇！就準備，但係佢唔將嗰隻雞擺落自己個口嗰度。你話咩人咁奇怪㗎？你明明餓，你明明隻手已經擺咗落啲 KFC 嗰度㗎咯喎，點解你唔將隻炸雞擺翻落自己個口裏邊咧？你明明想食，但係你卻沒有足夠嘅行動去完成呢個工作。想唔想見到一個認識耶穌嘅世界？梗係想啦。咁金錢奉獻啊嘛，有冇用㗎？我啲錢都唔多，我啲錢啊奉獻咗都唔知真係咪真係去到非洲嘅咧？嗰啲宣教機構啊，用我啲錢啊，就唔知做依樣做嗰樣都唔知得唔得嘅。我哋想唔想見到一個認識耶穌嘅世界？咁祈禱啦，唔得，邊有時間啊？我生活好忙㗎，教會啲祈禱會，哎呀，邊有時間去啊？咁不如我哋自己親身力行出去宣教嘅地方啦，唔得，我哋年紀大㗎啦，去唔到㗎。我哋想唔想啊？我哋想，我哋有冇足夠嘅行動啊？冇，點解啊？佢個懶惰人就係咁啊，佢好奇怪嗬，就係得個講字，隻手已經去到隻雞嗰度㗎啦，但係佢哋沒有足夠嘅行動去完成佢哋想要做嘅嘢。16節，懶惰人看自己比7個善於應對的人更有智慧，
懶惰人呢，佢覺得自己好聰明。懶惰人呢，佢會同你講：我教你啊，我教你點樣去運行一間教會啊，我教你教會嘅方向應該點樣行啊。但係佢得個講字，連旁邊一個弟兄佢冇唔去愛佢。我教你點樣帶小組，帶小組好簡單嘅咋，3個規矩。但係佢連旁邊一個有需要嘅姊妹，佢亦都唔會照顧。懶惰人，佢覺得自己十分聰明。點解人會懶惰？點解基督徒會懶惰呢？又或許到咗最後，係因為基督徒並唔相信上帝今天仍然用慈愛同埋誠實嚟對待呢個世界。我覺得我嘅努力付出係白費嘅，未必有果效嘅，未必有用嘅。咁所以我哋會選擇淨係講而唔去行動。我哋選擇喺屋企去玩 TikTok。親愛嘅教會，我哋拒絕做一個懶惰嘅基督徒。因為今天上帝仍然用慈愛同誠實去面對成個世界，咁我哋就勇敢用慈愛同埋誠實去做一切嘅事情。我哋要做嘅事情係有用，並不是浪費。我哋下一個 slide， 喺雪梨大學裏邊，我哋有住15000個中國內地過嚟嘅大學生，裏邊有好多嘅學生未聽過耶穌嘅福音，佢哋唔知道喺耶穌裏邊有盼望。有時我咧喺大學裏邊，我好中意就坐喺度，即係條街嗰度坐喺度。咁咧，然後咧就見到啲大學生行嚟行去，咁我就為啲大學生祈禱啦。但係有時咧就覺得好無能為力，點樣傳福音啊？點解佢哋唔信主啊？有咩人可以嚟大學傳福音啊？一種無能為力嘅感覺。喺團契嘅當中咧，我哋有時30、40、50個大學生嚟參加，但係如果對比起成間大學，有住15000個中國嘅留學生，好似好少啊！我哋有時會懷疑自己，我做嘅嘢有冇用？我哋用金錢奉獻有冇用啊？我真係冇乜用啊！冇用噶啦，淨係識俾錢嘅咋。我哋禱告有冇用㗎？係咯，錢都俾唔起，我淨係識得禱告。嗰種無能為力，覺得自己冇乜用嘅感覺。有時候喺大學嘅前線裏面服侍，我都係覺得冇乜用、無能為力嘅感覺。2個星期之前咧，我同一班大學生去咗 Blue Mountains 南山嗰度參加一個福音營。有一個學生嚟自香港，佢話喺星期4嘅時候咧，佢望住南山，然後佢突然間覺得自己好渺小，冇乜用。佢喺信2代，爸爸媽媽都係基督徒。佢原本覺得自己好叻，嚟到 camp 之後咧，覺得比佢叻嘅人特別多。佢突然間覺得自己冇乜用，成績唔係特別好。想揾工揾唔到工，能力好有限，外貌好平凡，然後佢望住自己以前一份毫無理由嘅驕傲，覺得好可笑，心裏邊咧好難受。嗰日係星期4，星期5嘅時候咧，有一個同學咁樣同呢個學生講，佢話 Not ability but grace，Not ability but grace， 唔係按住我哋嘅能力，而係仰望上帝嘅恩典。或許呢個係今日嘅我哋覺得自己好渺小，有住有限嘅能力、有限嘅時間、有限嘅金錢，但係智慧從來都唔係望住自己，而係望住上帝，望住上帝嘅慈愛同埋誠實，然後我哋就選擇智慧，用慈愛同埋誠實嚟對待一切。親愛嘅教會，願我哋選擇智慧，我哋一齊祈禱。我哋喺天上面嘅父，我哋去感謝你。因為你用慈愛同埋信實嚟面對你所創造嘅世界，求你幫助我們仰望耶穌的十字架，然後以慈愛同埋誠實嚟面對一切。咁樣嘅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